南安南区有一间卖炒饭的店家，逐工拢提供1份100块的学生的爱心餐，互弱势同学会当食一粒饱。但是有人滥用爱心，打电话讲订真大堆超过100块的餐点，然后提出着爱心卡讲要使用。头家真细心，认为这个善心防糟蹋，讲无爱阁来提供着爱心餐咯。 将人卡落店内底，再个将肉甲高赞塔放落内底炒，炒好就是一盘甜软软、佮香公公的炒饭。店家生意十足，可以提供免费的爱心餐，也毋过疏风糟蹋。差不多一天都有10来个，只是说滥用的还是干嘛的也夹杂在其中啊。餐点费用是我店家自行付出，我们没有拿任何的。 什么餐费啊？台南安南区有卖炒饭的店家响应议员的活动，逐工提供无限量100块餐点，服务需要的学生会当抓腰。只要有寄收入户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手册，都会当摕爱心卡领餐点。详细名单由议员提供给店家。爱心卡顶悬清楚写讲，餐点的品项由店家来调配。也毋过所有人打电话预定超过100块餐点。 来提饭时，则摕爱心卡表示要抵用，因为一直当着无遵守规定的状况，互店家真细心，伫面册顶悬宣布停止活动。打电话来也没有跟你讲说，他持有爱心卡，然后就点了一堆餐点，就跟当初的本意不一样啊，因为这个本意是要给小孩子吃。很惋惜啊，因为现在社会要做善事，真的。 很难，你知道吗？贪婪之心，结果抹煞了店主的爱心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可取。本地店家都会提供爱心餐给需要的民众，已经做4、5天啊，想要到干嘛响应学生的爱心餐，所当着无悔经验。呼吁民众将主权落予真正需要的人，唔通辜负店家善心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